极端气候、强风大雨的几率是愈来愈高。这日水利署有补助县市政府，伫全台湾1854个所在来设饮水的监测器。也毋过，新界部的报告是指出讲，2016年到2022年，有将近70%的监测器是无作用。凯美风台顶礼拜伫台湾滚甲造成中南部真侪所在出现淹水的灾情，行政院开30.5亿元，导致智慧防灾计划即几年补助县市政府伫全台1854个所在设淹水监测器，掌握淹水的灾情。不过，新界部报告指出，2016年到2022年即淹水通报地点有高达1292个所在的淹监器7年来无检测淹水的灾情。占比高达69.69%，员工是有将近70%的淹监器无效，无记录到淹水。凯米台风灾情统计是来自于淹水感知器，而且也高达500多笔以上。设置的地点都是以往曾经淹过水的地方，但是台湾地区在最近这7年内，我们事实上台风相当的少。另外，全台有2198传理，明明有即淹水通报记录，所保证淹水监测器。六都的高雄市、台北市、新北市是前3名。台北市我们是走这个水位级的感测，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有用的。所以感测器的部分，就台北市来讲，我们只装了3个地方。台北市水利处澄清，全市只有3个较低所在有装淹监器，主要游园区214个河水下水道水位的记录来监测淹水的灾情。另外，新北市水利局有118淹水监测器，拢维持正常运作。地基淹水的热点区域，车行地下道第3个是高速公路涵洞，第4个是2重疏洪道，那我们就会都主要是布设在这些点。水利署强调，全台淹水监测器拢装伫捌淹水的所在，透线率有96%，正常运作。针对无监测到淹水情形，研判是7年来确切防台灾情，会滚动检讨调整装设的地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